今仔日个大代志来关心全国头一批国民法官伫新北个地方法院选出来啊，有6个男性，4个女性，年岁伫23岁至70岁之间，行业有电子业、餐饮业，也有退休人士等等。这批国民法官伫今仔日会含3个职业法官同齐审理一件杀人案，审理3天，按算一个拜5会宣判。 警方接到通报，一个60多岁妇人人讲，家己登记户翁拍，伫新北市三重埔的主体举刀甲翁婿杀死。代志就发生伫去年底，经过检方起诉了后，新北地法院17开庭，正式选任6个国民法官，创下全国头一例。实际通知的是145位，那实际上今天到的应该是只有57位。 除了挑选6个人参加审判以外，嘛经4个备位国民法官，男女比是6比4，年纪是伫23岁至70岁。 职业别有电子、装修设计、餐饮、无工作，一甲退休等。只是本来有145人，互人通知校定挑选，到尾敢若来57人，将近100个人无来，甚至有人无缘无故无到位。如果接获了法院的通知，那如果我们这个已读不回啊，这个公民法官法是设置有罚则的啦。不过法院都还是会斟酌个案的状态去做适当的处置。 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案件进入审理庭事，只要开庭期间，拢会当请有薪水的公假，一工领3000块。司法院嘛推出心理健康手册，协助排解国民法官负面情绪。看来好亲像做好十全的准备，不过有法学教授提出担忧。 目前是要按表操课，我按表操课的时候，就是说我不延长，什么讲我就集中审理，对不对？但是可能司法院可能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啦，真的能够按表操课吗？实质的审判时间大概3、4天而已哦，那个时间怎样？很紧呢。为17开庭选任了后，国民法官刷来会连续几落天对职业法官做阵密集审理，结果会安怎？是不是当如期伫拜5宣判？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